大家好，我係 Abel 啊。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一隻由兩個原本咧係正面競爭對手嘅品牌，佢哋一齊合作去創作咗一隻腕錶。嗱，相信大家對於呢個 Uzi Nadine 雅典呢個牌子咧都唔會覺得陌生嘅。19世紀嘅時候咧，佢哋製作好多世界聞名嘅航海時計，對於我哋人類嘅航海事業咧係做咗好多貢獻嘅。咁去到近代啦，又有呢個鬼才嘅製錶大師 Dr. Loic Auchlin。佢親自操刀嗰款入咗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嘅 Astrolabium Galileo Galilei。去到2001年啦，今次真係石破天驚啦，因為當時咧雅典推出咗 The Freak。呢一隻腕錶咧冇錶冠嘅，亦都冇指針，都冇錶面嘅。不過咧就可以俾我哋正常咁樣讀到時間，正正式式嘅一隻怪物嚟嘅。最緊要咧就係當年咧仲為呢個製錶嘅世界咧引入咗呢個 silicon 矽呢一種物料。silicon 咧係唔會受磁嘅，都唔會受到溫度變化嘅影響。佢個表面咧好平滑，唔需要打磨，都唔需要潤滑。咁係咪一次過處理咗好多傳統機械腕錶嘅製作困難呢？另外一個品牌咧就係 Urwerk 啦。咁佢咧喺1997年嘅時候咧，由呢個天才製錶師 Felix Baumgartner 同埋呢個創意嘅設計師Martin Frere 兩位一齊創立嘅。Urwerk 呢個名咧原來係德文嚟嘅，佢嘅意思咧就係原創機械咁解。由一開始咧，佢哋主打嘅系列 Hour Satellite 咧就已經打破咗傳統機械腕錶嗰種讀取時間嘅常規啊！佢哋嘅 Wandering Hour 漫遊小時呢一種咁樣嘅指示時間嘅技術咧，係將佢提升到去咧好有科技感啦，同埋充滿呢個視覺衝擊力嘅一個層次嘅。作為家族第3代嘅製錶師咧 ，Felix 咧佢對微機械咧好有熱情嘅。不過咧，佢強烈咁認為咧，傳統嘅瑞士製錶功能咧已經係發揮到完美㗎啦。好似陀飛輪啊、三文啊嗰啲，佢咧就唔需要再去參加，因為已經冇辦法再去 improve 啦。只係想做一啲前無古人嘅機械創作。呢個創意設計師阿 Martin 咧，佢就參與咗好多唔同範疇嘅創作嘅，包括咗有電影啦，同埋各式各樣嘅平面嘅設計。但係咧，佢對時間有關嘅創作咧係特別感興趣嘅，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，所以 Felix 同埋 Martin 咧就可以碰撞出一啲比較特別嘅火花啦，都令我哋可以見到 Urwerk 呢啲前無古人嘅機械結構同埋嗰個腕錶嘅外觀嘅。呢兩個品牌咧原本咧應該錶界裏邊嘅競爭死敵嚟㗎。不過瑞士嘅製錶業咧就係咁特別，佢係非常之包容，佢可以俾一啲原本係激烈嘅競爭對手咧一齊去合作，同埋發揮一啲不可思議嘅效果。正如雅典嘅 Managing Director 阿 Matthew Haviland， 佢喺訪問裏邊話俾我哋聽。今次咧，佢哋嘅合作咧，由一次創意製錶師嘅飯局開始嘅，完全咧兩個牌子咧都係英雄所見全同，一拍即合，冇主次之分嘅。Freak 咧喺2026年嘅時候咧就會慶祝25週年慶啊，咁所以4年前咧雅典咧就已經計劃咧想製作一啲比較特別嘅腕錶。由於雅典同埋 Urwerk 兩個品牌咧，同樣都係具備一啲反傳統啦，同埋前衛嘅作風，所以咧喺創作理念方面咧就不謀而合啦。由於 Freak 咧當代高級製錶領域裏邊咧其中一款最有代表性嘅作品啦，所以咧順理成章咧就作為今次合作嘅基礎啦。不過 Freak 嘅系列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型號嘅，例如好似簡單版有個錶冠嘅 Freak X 啦，又或者係高複雜功能版本有2個擺輪嘅 Freak S 啦，又或者係原汁原味嘅 Freak One。由於咧佢哋希望咧將 Freak 同埋 Urwerk 最標誌性嗰個 Wandering Hour 即係漫遊小時嘅時間展示嘅結構咧係結合，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朝住呢個方向咧係進發啦。同其他嘅品牌嘅 crossover 比較偏重外觀嘅做法咧有啲唔同。雅典同埋 Urwerk 咧決定要全新打造一款新機芯，專門為呢個 project 而做嘅。咁喺 Freak One 嘅 Caliber UN240嘅基礎上面咧，佢哋設計咗超過150
50個全新嘅零部件，咁啊變成咗呢個 UN241型嘅機芯。嗱，其中一個最大嘅技術挑戰呢，就係要結合呢個 Wandering Hour 漫遊小時呢種時間顯示方法，同埋 Freak One 原本嗰個1個鐘頭轉一圈嘅 Carousel。雙方嘅團隊咧，為咗呢個技術嘅難題咧，用咗超過1年嘅時間，最後咧都能夠將呢個 Carousel 嘅系統咧係放咗喺個錶面嘅正中央，圍繞住佢嘅咧就係嗰個 Wandering Hour 漫遊小時嗰3個衛星盤。雅典咧仲加入咗呢個 Diamond Seal 鍍咗鑽石嘅矽技術，令到嗰個特大嘅平衡擺輪咧可以放正喺嗰個錶盤嘅中間，成為一個焦點。而呢個 Carousel 嘅轉速咧，亦都由每小時嘅1圈咧改為每3小時1圈。嗱，呢隻全新嘅 Urwerk Freak 咧，喺功能上面咧係維持咗呢個冇錶冠嘅傳統嘅。咁而呢個錶圈咧就可以用嚟調校時間啦。嗰個錶底蓋咧就可以用嚟做手動上鏈。至於個外形咧，就融合咗呢個 Freak 同埋 Urwerk 兩者嘅設計嘅元素嘅，俾人哋咧喺外觀上面咧就一眼可以睇出 Urwerk Freak 咧係由呢兩個前衛嘅品牌一齊合作嘅成果。嗰個外觀咧係好 futuristic， 佢有一個44毫米直徑用鈦合金去做材質嘅錶殼，個厚度咧只係12毫米嘅啫，所以咧係非常之貼手嘅。嗱，雖然呢個錶殼嘅結構係非常之複雜，都能夠做到30米嘅生活防水嘅。亦都加入咗雅典嘅 Grinder 嘅自動上鏈系統，佢哋機芯咧係可以提供90個鐘頭嘅動力儲備嘅。嗱，呢個腕錶咧仲有一個靚仔位，就係嗰個指示時間嘅星輪嘅箭頭，同埋嗰個錶盤右邊個60分鐘嘅時錶，仲有嗰條橡膠嘅錶帶咧，都用咗 Urwerk 好標誌性嘅 Pantone 395C 嘅鮮黃色。近嚟咧呢個高級鐘錶嘅市場咧係有啲吹淡風。但係阿 Matthew 喺佢哋新開張嘅澳門 Wing Palace 旗艦店裏邊接受我哋訪問嘅時候咧，就同我哋分享，佢話自從雅典喺呢個九龍嘅圓方開咗間新店之後咧，個成績非常之理想。佢對於呢個澳門嘅新店咧，亦都特別有信心。而且咧呢隻 Urwerk Freak 嘅新錶咧，將會限量生產100隻，咁咧就由2個牌子平均分配，即係每人50隻。佢個定價咧就係港幣929700蚊。當日咧係有熱情嘅香港錶迷咧，專程咧係去到澳門去欣賞呢個 Urwerk Freak 嘅真身嘅。咁你對呢款新錶又有咩睇法呢？希望你喺評論區嗰度話俾我哋聽啊！我哋下個 video 見，拜拜。